60秒帶你睇 Artis。Artis 係 Amsterdam 嘅動物園，除咗動物，佢都有一啲植物園嘅部分，同埋好特別嘅微生物博物館。原來動物嘅種類好豐富，又位於城市嘅中心地帶。如果鍾意動物園，或者一家大細嚟都係一個好合適嘅選擇。我去嗰日落緊雨，但係室內外融合嘅展區，令我都可以見到好多嘅動物，有多種唔同嘅哺乳類啦、爬蟲與兩棲館啦，仲有一好大棟嘅雀鳥館。佢嘅園區唔算係特別大，但係啲動物居住嘅環境面積都算充足。咁樣嘅動物園，你又會唔會想嚟呢？